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27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創造空間。我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好早起身 ，super 早起身，然後我好快樂，好有趣，好精神，好開心，好願意接納，好允許，好輕鬆，好有趣，好有幽默感。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成長，陪我一齊學習，陪我學會每一個關鍵時刻。我好感謝我老公同我一齊玩，同我一齊四圍去，同我一齊拍拖。我好感謝我媽媽同我一齊湊仔。我好感謝我個老師同學生都願意接納。仲有我好感謝我個朋友同我一齊四圍掃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你呢？你唔講啦。有飛係同人一齊玩。我好感恩我可以同人一齊玩41分鐘。你諗諗500年。感恩魔法令到500年頭。500年頭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咁堅持做一些